故事一：夏天天氣熱，夏天穿薄衣服。媽媽同埋大志嚟到街上面，佢哋睇到啲人都穿上短袖同埋較薄嘅衣服。媽媽話：夏天天氣熱啦，所以大家都穿上短袖同埋質地較薄嘅衣服，咁樣會比較涼快㗎。大志話：我見到百貨公司櫥窗裏邊嘅衣服，全部都係短袖同埋質料較薄嘅夏天衣服嚟㗎。媽媽話：大志真係一個聰明嘅孩子啦。小朋友，喺夏天裏面，你喜歡穿乜嘢衣服呢？你今日穿咗乜嘢衣服啊？小朋友，你睇見小朋友穿上乜嘢衣服呢？小朋友，你知道夏天嘅衣服係點樣㗎嗎？小朋友，點解夏天要穿上薄嘅衣服呢？故事二：夏天天氣熱，我愛喝水。媽媽話俾大志聽：夏天天氣熱啦，我哋時時流汗，所以要時時飲水，保持身體有足夠嘅水分。大志話：夏天天氣熱，唔單止我哋要多喝水啊，你睇下，小狗亦都要多喝水啊。媽媽笑住話：係啊，唔單止我哋要喝水啊，各種動物亦都要喝水㗎。小朋友，點解夏天要多喝水呢？你會喺乜嘢時候喝水呢？故事三：夏天天氣熱，我愛清潔。媽媽幫大志洗澡，就話俾大志聽：夏天裏面，我哋因為流汗太多，所以要時時洗澡㗎，保持身體清潔。媽媽又話俾大志聽：除咗洗澡之外，我哋每天穿過嘅衣服，亦都要洗乾淨㗎，注意個人嘅清潔衛生。小朋友，夏天要時時洗澡，你會喺乜嘢時候洗澡嘅呢？小朋友，你嘅衣服有冇時時清洗啊？小朋友，邊個替你洗衣服嘅呢？故事四：我愛吃夏天的食物，我愛吃水果。今日爸爸買咗一袋水果，佢一個一個咁放喺台上面。大志小心咁數一數，總共有5個蘋果啊！爸爸又話：我哋常見嘅水果有木瓜、西瓜、橙、哈密瓜、櫻桃、葡萄等。小朋友，夏天食水果有乜嘢益處呢？小朋友，你知道夏天有乜嘢常見嘅水果呢？小朋友，你喜歡食乜嘢水果㗎？故事5：我愛吃夏天的食物，我愛吃凍品。
爸爸話俾大志聽，夏天天氣熱，我哋除咗可以吃水果消暑之外呢，仲可以食冰淇淋㗎，冰棒啦，果凍啦，同埋飲冰凍嘅果汁。小朋友，夏天天氣熱啦，你最愛吃或者飲邊一啲消暑嘅食品或者飲品呢？